英公主，你還好嗎？崴脚了，实在是动不得了。黄公子，快帮帮我！哎呀！你的脚无大碍吧？可是这自己动不得了。英公主。有蛇！黄公子，姐姐，这哪里是蛇？就是蛇！那么近，我还以为是谁掉进火里水里了。殷姐姐真好笑，我们大伙都在这儿平平安安的，誰能掉进水里火里呀？若不是这样，那黄公子是要趕着討好哪位公主啊？殷姐姐說這話是何意？月妹妹，用不着這麼大驚小怪。黃公子喜歡的人定是與你無關。前2日你不是還親口和舒妹妹說，你根本就不喜歡黃公子嗎？我喜不喜歡黃公子，與你有何干係？你若對他無意，就應當以實相告，免了黃公子雲裡霧裡的巴望着。月兒，他的話可當真？子歇不信。黃公子，不妨問問別人。舒妹妹可以作證。你用不着費事了。我是說過，又怎麼樣？月妹妹，等等我。哎呀，小心！月妹妹，黃公子恕罪，燕兒對人一貫以誠相待，不願黃公子被他人蒙騙，卻渾然不知，所以只得實情相告。多謝殷公主以誠相待，可是我自小只喜歡羋月一人，別人就別枉費心機了。晋上何德何能，讓仁兄如此厚愛呀？這些都是小意思。在下前來，是想送晉大夫一場大富貴。府上有好酒，你我邊喝邊談。請。來，請。晉大夫，請。晋大夫府中處處清雅，低調內斂，與楚國其他府地的奢華張揚相比，顯得清雅不凡。嗨，公子您說笑了。晉上雖然也出自羋姓，但遠不如昭景區三族。哦，怎會如此？我在秦國就聽說晉大夫是楚國難得的人才，怎麼會玉璧蒙塵呢？唉，生不逢時啊。朝堂之上，唯有屈原等人蠱惑大王，大王又格外信任屈原，言聽計從，慚愧呀！即便如此，在下以為大夫之才如追在囊中，只缺一個機會而已。不知這個機會
何時能來？机会就在眼前，但要靠大夫自取。哦，愿闻其详。我秦国一心要与楚国交好，但你们大王因屈子等人劝誘，犹豫不決。如果大夫能成全此事，那今後滿朝文武，誰人不對你刮目相看呢？當然了，嫩豬出土要靠春雨相助。聽說那南後寵冠後宮，又一向與敬大夫交好，何不讓他幫個忙啊？聽公子及一席話，茅塞頓開。多謝提點。來，請。請。南後，您的那個同鄉靳大夫來了。說是同鄉，明明與我家還離着180里地。不過在這宮裡也算親的了，讓他進來吧。是。上官大夫進上，拜見南後。賜座。謝南後。有些日子沒見靳大夫了，不知最近在忙於何事？郢都之會，列國即將到來，朝堂上下個個忙得目不交接，微後更是不會讓微臣有片刻的閒暇。郢都之會與微後有什麼關係？列國爭相與我大楚結親聯盟，舒公主是微後的掌上明珠，已到了出嫁的年紀，微後自然讓微臣特別的留意。這提親者中，可有微後中意的人選？舒公主蕙質蘭心，冰雪聰明，在諸國公主中聲名顯赫，慕名而來者如過江之鯽。但在微後眼中，恐怕只有趙國國君趙侯雍一人。不過呢，秦王對舒公主也是情有所鍾，想與我大楚聯姻，結成秦楚之好。秦王還特意讓微臣給南後帶來了一份厚禮，還請南後笑納。秦國那窮鄉僻壤之地，能有什麼好東西孝敬我呀？呈上來。